我記得咧上次口頭質詢咧，司長冇提供到文字回覆嘅。聽咗意見之後，今次有，我可以詳細去了解翻政府政策，呢樣我一定要肯定嘅。我覺得資訊公開透明、有效嘅良性互動咧，係我哋推動更好政策嘅基礎嚟嘅。我希望各個政府部門、各個跨領域嘅範疇都要做到，呢樣要肯定先，司長。另外一個咧，其實咧我都明白咧喺你哋嘅範疇入邊咧，喺人才培養做咗好多工作。其實入邊講緊嗰個善用餘下咧，我記得唔知20幾年前我都係第一批嘅人，我都覺得我自己學咗好多嘢，入邊做咗3年唔同嘅範疇，所以我都好希望即係繼續能夠落去，亦都希望年輕人能夠主動參加。咁但係始終我哋新時代有新嘅手段，除咗基本嘅嘢，我哋要點做咧？我哋就要去諗下。其實司長我好開心嘅，你哋終於重啟翻嗰個人才需求調查，因為之前老實講都唔知點樣去做。但係呢度咧，我好坦白，頭先講啱㗎，我哋唔單止要主動提供資訊，頭先講咗好多，我唔重複啦。咁我哋亦都要鼓勵啲人去登記，知道有啲乜嘢啦。咁因為勞工局嘅廳長喺度，其實我都好想講，其實唔止淨係雙向，係多向。多向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呢個人才庫會唔會真係成為勞工局佢審批外僱嘅一個基礎咧？其實如果唔係嘅話，老實講，我哋雙向啊，我哋知道澳門有咩職位啊，跟住我又讀咗啲咩科啦，到最後揾唔到工，即係頭先同事講，其實能夠就業，能夠為澳門市場去配合發展，呢個就係最終嘅目的。所以即係呢度，我希望聽長我哋一齊去努力，去點樣令到呢個人才庫真係有效嘅。喂，咁我明明有個人才登記咗，咁呢個人才嘅位唔應該再批外僱吧？即係點樣做得到咧？呢度唔係司長嘅範疇，但係司長今屆政府講乜嘢㗎？跨部門協調，呢度一定要做。如果唔係，老實講，你哋範疇做幾多嘅嘢，我唔會覺得有結果。但係我支持做呢樣工作，而且要做好，而且係真正跨部門協調，真正我哋揸住呢份嘢去認認真真去做。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係徒勞無功嘅。咁但係而家咧，我更加想講最後一部分咧，就係專業資格認證。絕對同意嘅，即係我哋做咗好多認證，但係有幾樣嘢希望司長認真思考。我哋基本上做咗持證上崗或者部分做咗行業認證，但係我哋嘅行業向上流動咧，包括呢啲就你哋講嘅建築師啊、工程師啊、社會工作者、醫療人員，佢哋向上流動嘅階梯其實唔多㗎。點樣建立一個全面嘅資歷架構認定？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其實亦都好開心，你哋話其實司長我知你哋有努力嘅，部門都有努力嘅，包括醫生啊各方面嘅專業人才，其實佢可以回流啦。醫生嗰度咧，其實理順咗好多嘢㗎，要肯定嘅。但係個問題就嚟啦，係咪人才位都有個網站？我唔知，除咗醫生或者部分醫生或者唔同科嘅醫生，邊個行業都好，喂，佢哋遇到問題係咪政府主動幫助先？同埋司長，我想你哋政府要統一噏得出一句説話，就係澳門人嘅專業人才回流唔應該難過外僱嘅。如果做得到呢個基本嘅原則，咁我哋先至可以確保到澳門留得住人才，留得住本地嘅人才。啱啱提到幾個問題，就係人才需求呢個調查可以點樣更加有效咁樣使用。你提到呢個意見，我覺得我哋同跨部門合作呢方面係應該唔存在問題嘅，亦都我哋可以主動推送嘅。咁亦都提到專業資格嘅認證，我哋專業資格認證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功效，第一係確認佢個專業資格，第二喺呢個專業資格上邊點樣一級一級嘅可以向上流動到。如果我哋每一個行業嘅專業資格認證喺呢方面嘅設計係完備嘅話，其實係具備咗呢個向上流動嘅階梯嘅。同時咧，我亦都好相信啦，我哋而家政府所採取嘅政策同埋將會採取嘅措施咧，係對於吸引澳門人，特別係專業人才回流咧，係會有好大嘅促進作用嘅。過去正如林宇滔議員所講，我哋善用餘下好多年啦。我哋每一年咧喺暑假前咧，都會向各個包括政府部門啦，包括私人企業啦，近年亦都拓展咗好多一啲無論係優企好、銀行好，都提供咗好多實習位置嘅。咁亦都俾一啲實習津貼俾年輕人啦。咁為咗大家都關心一啲喺海外或者係內地升學嘅學生咧，可以參與咧，其實我哋亦都提供埋咧一個叫網上 interview 嘅一個服務嘅。咁但係佢哋翻唔到嚟咧，都可以咧係透過網上 interview 咧競爭呢啲嘅位置。咁我哋而家每年咧都保持有500幾個善用餘下嘅一個實習啦。咁但係因為咧，大家都講到澳門嘅行業可能咧冇咁豐富嘅，有啲高新科技，咁所以咧近年我哋亦都推出咗一個咧就大學生喺內地嘅實習計劃，咁而且咧今年咧亦都增潤到咧呢個實習計劃咧會有5000蚊嘅一個實習津貼嘅，咁呢啲其實就係正正就係針對咧好多專業澳門未必有呢啲嘅崗位，而喺內地咧，我哋聯繫咗咧唔單止大灣區嘅，包括杭州啊、深圳啊，或者我哋一啲去到浙江等等，都有一啲高新企業咧加入咗我哋呢個計劃嘅一個白名單。咁我哋嘅年青人咧就可以咧去參與呢啲嘅實習。咁大概係6個禮拜左右。咁其實佢過去嗰幾年都係好有一個正面嘅迴響，佢哋話學到好多嘢嘅。咁今年我哋會繼續推出啦，亦都會有500幾個名額嘅，即係話本地嘅善用餘下500幾個，去內地或者外邊嘅亦都有500幾個。去內地會有5000蚊嘅一個實習添。咁而且咧，我哋亦都同咧本地一啲大企業咧、優企咧去商議咩咧？關於職技方面嘅實習。大家都知道話職技法規修改之後咧，我哋係容許學生去到職業場所裏邊咧去上堂嘅。去到呢啲企業上堂，咁呢啲企業咧，當學生畢業之後咧，佢哋都同我哋話好想咧每年暑假提供翻佢哋自己呢一批職技學生嘅實習名額，以至到咧佢哋一畢業嘅時候咧，其實可以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又可以請翻佢哋咁樣。